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1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3篇，士师记第5章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观望，或者是行动。真侪人可能毋知影，伫美国的主流的新闻也无啥报道着。伫今年的2020年的10月31号，美国的真出名的SEALs 即个海豹突击队对即个尼加拉瓜救转来一个27岁美国籍的人质，叫做 Philip Warden。一般即种的军事行动，咱称作是operation 即个行动是这个字。但是中文咱翻译做行动啦即种的救援的行动，需要有真正的行动力，咱叫 take action 除了救援的行动以外，特种部队需要有真精密真精良、真认真，还是讲真困难的训练，这是无法度减的啦相款的情形，伫历史的中间，咱看有侪摆以色列甲阿拉伯中间的战争，咱所看到这个小国孤立的以色列国，总是会当战赢周围遮的岛国的联军。咱要思考啦，是讲咱要来问为什么啦有一句话安尼讲啦若讲到国家要战争，阿拉伯的青年呢，赶紧买机票出国；以色列的青年呢，对外国赶紧放下所有的工作，倒转来因家己的国家参战。士师记第5章第1节到31节，士师底波拉的俄勒的诗歌的中间，咱会通讲这是一个胜利之歌，也是士师时代的一个为伊保存到今的一个诗歌，是为着纪念以色列来打败迦南王亚宾的公营历史的这个胜利。这个首诗歌显出对上帝的信仰，甲因爱国的热情，真正受人感动的。伫文章的中间表达咱讲这个士师记头前4章即种散文的迄个形式的描述的胜利，照推测啦这首诗歌是女士师底波拉所写的英文 NIV 的这个段落的标题写讲 The Song of Deborah， 通常用伫专门的聚会的活动，也是讲大节期的中间咧来吟的。圣经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信息。伫第2节伊讲，因为以色列中间最头带因，因为百姓甘愿牺牲，认着俄勒耶和华，志愿做兵来保护国家。即种的代志也发生伫1967年以色列甲阿拉伯的6日战争的中间。伫国外的青年人拢总放落家己的工作，也是讲咧读册，家己出钱坐飞机倒转来伫以色列，为着国家来战争。伫今年内底中共的军机不断的即个侵扰台湾的即个领空有侪人拢会烦恼啦。什么时阵中共会趁机会发动战争要来攻打台湾安尼咱会记咧伫历史的中间几摆，比如讲台美断交的时阵，以及1996年即个
台海危机，就是中国放足侪飞弹对台湾的时阵，不只是即个股市落价，阁有侪台湾人赶紧办移民出国，赶紧来逃走安尼吼。会记得大概伫即个2018年的时阵，有一份民调显示啦吼，当初时2018的时阵，约只有55%住伫台湾的人，讲若发生战争的时阵吼，愿意为着台湾来战争啦吼。当马先生伫咧做总统迄个时代，佫较低吼。但是伫2020年，咱所面对中共即种军事的威胁，遮尔有史以来上济、上严重的一年的中间，却伫即个时阵有一份民调，互咱感觉真着惊、真兴奋，嘛感觉真安慰啦吼。即个民调安尼问讲，如果今仔日中共用武力来犯台的时阵，你有愿意来参战无？结果有要到80%的台湾人愿意为着台湾来战争。相信即个2018甲2020即个民调所显示，对战争的可能的结果会完全无共款吼。2018年55%，甲2020年将近80%。我想若战争出来，结果无共款。上惊就是有人吼，拢抱迄种观望啦的心态啦，安尼无愿意向前啦，自我放弃啦，还是讲唱衰台湾迄种的心态的人啦吼。伫即种的态度，放伫信用中间也真重要。马太福音的经文提到讲，一个人受到医治，即个43节到45节所描写，其实是咧讲22节，耶稣基督所医治赶鬼迄位啦吼。伊得到医治，身躯内底的邪神被赶出去，会通讲伊因为安尼受到医治，就会当看见。也会当讲话，无搁再成做一个又搁青眉又搁会讲的人。不如过呢，当法利赛人咧挑战耶稣基督的时阵，这人并无付出伊的行动，也有可能因为法利赛人的话，互伊来受影响，互伊耶稣赶出去的鬼，伊迄个已经变空的心灵，并无缀入去耶稣基督的话，因此，这个空的心房，搁去互原来的遮个邪神，找搁较济、搁较歹的邪神来进入。这提醒咱基督徒，观望袂当互咱搁较亲近上帝，伫灵性顶悬搁较进步。咱需要付出行动，教会也是安尼，敢毋是安尼？心灵空，这个空代表啥物诶？代表无行动力，代表无实践的信仰，无有热诚，无愿意服侍，当然心内就无上帝啊！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3篇，士师记第5章第1到12节，马太福音第12章43到4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观望或是行动。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今年的10月31号，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国的主流媒体也不太报道哈。2020年的10月31号，美国非常出名的海豹突袭队从尼加拉瓜救回了一位27岁美国籍的人质，叫做Philip Wharton 一般这样的军事行动，在英文我们称为 operation，中文的翻译我们称为行动。
那行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英文字不一样的意思。这样的救援行动 operation 是需要付出真正的行动力，我们叫 take action。那有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说除了去救援的这个行动之外呢，特种部队需要有精良的训练，这个行动不可能少的，不可能少的。同样的，历史以来多次的以阿战争当中呢，这个被称为小国孤立的以色列国总是占领了周边多国的联军。我们要想说，为什么一个这么样一个小国可以在战争当中赢得周围包围他的所有这些阿拉伯的联军这样子？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说，提到战争呢，提到国家要战争呢，阿拉伯的青年就赶快买机票出国，以色列的青年从国外赶快买机票回国。士师记第5章第1节到31节记载了士师底波拉的赞美诗歌，这是可以说是一首凯歌胜利之歌，也是士师时代唯一被保存至今的一首诗歌，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击退了迦南王耶宾的光荣胜利。这一首诗歌洋溢着对上帝的信仰以及爱国的热情，是非常的生动。这个文中并详细表达了前面4章这种散文形式所描述的这个胜利。根据推测，这首诗歌是由女士师底波拉Deborah 所写的。英文 NIV 的这个段落标题，它标为 The Song of Deborah。通常用在犹太人的全民的聚会、大聚会里面，或是大节期的一个颂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赞美上主，以色列人决心作战，人民自愿从军。以色列人此时面对国家战争的时候，都自愿当兵保卫国家。当然，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在士师时期，也发生在1967年以阿6日战争当中，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战争。在国外工作的以色列亲人纷纷自掏腰包搭机回以色列，无论他是在工作还是在读书，他们愿意为国家而战。类似的情形，最近特别在今年2020年，中共的这个军机不断的侵扰台湾的领空，有非常多的人就担心中共会不会趁机发动战争，意图攻打台湾。那么就有人做了这样的一个问卷，台美断交的时候呢，或是以及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不只是股市低迷，这个价钱往下掉，还有许多台湾人赶快办理移民出国。大约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份民调，当时候有大概55% 的人表达，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他们愿意为台湾而战。当然，在马先生当总统的时代，那个比例更低了可是呢，2020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是有史以来最严重最这个频繁的一年。但是在这一次一样的民调却大大的不同。根据一份民调显示，如果今天中共以武力犯台发动战争的时候，有将近80% 的台湾人愿意为台湾而战。相信这个
2018年跟2020年这2份的问卷的结果，如果发生战争的结果，也会完全不同。但就怕台湾就是有那一种存着观望的心态，裹足不前，自我放弃唱衰台湾的人。我们回到信仰里面，其实信仰也是这样子，我们是要观望或是 take action 马太福音的经文提到的一个被医治的人，12章的43节、45节描述了一个被医治的人，其实这个人是记载在22节，耶稣基督医治他，在他身上赶鬼这一位人，他得了医治，邪灵被赶出去，他可以说话了，也可以看得见了，不再是那个又瞎又哑的一个人。可是当耶稣医治他之后，法利赛人来挑衅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人没有付出真正该有的行动，或是有可能因为法利赛人的话语使他受了影响，他再度被那个在他身上被耶稣赶出去的那个鬼清空了他的心灵，但是他没有把耶稣基督的话语呢放在心里面，因此他那个空空的心房呢，又被原来的污鬼找了更多更坏的邪灵来住在里面。其实这是在对我们基督徒一个提醒，观望不会让我们更亲近上帝，观望在灵性上也没有办法让我们进步，我们必须要付出行动。教会也是如此啊，心灵空空，这个空空代表什么？代表没有行动力，代表没有信仰的实践，代表没有热忱，代表了里面一堆都是不愿意服侍的人。当然这样子的时候，大家都在观望，那上帝就不在我们中间了。